範例一，有一台2000 kVA 三相11000伏降到380伏嘅變壓器，其每相最大次級輸出電流大約是多少？呢條題目咧係有關三相變壓器啦功率有關嘅題目嚟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利用咧三相變壓器表觀功率嘅方程式，就好似而家見到咧 S 啦等於開方根3乘以 VL 再乘以 IL。咁 VL 同埋 IL 咧分別就代表呢個變壓器嘅線電壓同埋線電流。咁有咗公式之後咧，咁我哋亦都根據題目俾我哋嘅資料，可以寫出咧呢幾條嘅方程式。S 咧係2000 kVA 啦，咁亦都喺初級嚟講咧就係開方根3乘以11000伏再乘以 IL1 咧就係初級線電流。咁亦都咧喺次級裏邊咧就可以寫成係開方根3乘以380伏再乘以 IL2 咧就次級線電流。今次題目咧就想問我哋咧個次級最大嘅電流係幾多嘅？咁我哋咧就揾次級，將呢條式咧就搬一搬個位啦，揾 IL2 出嚟咧就代入數字，結果咧我哋計到就係3038.7安培。咁有咗呢個答案之後咧，咁我哋就喺答案裏邊咧提供嘅答案裏邊咧選擇啦。4個答案裏邊咧，咁我哋就會揀最近似嗰個啦。咁答案就係 D。範例2，一台三相4極感應電動機運行時嘅轉差率係3%。如果連接於50 Hz 380伏三相電源，每分鐘轉子嘅轉速咧係幾多？咁呢個題目咧，我哋要計感應摩打啦，佢嗰個轉子嘅轉速。咁我哋要先咧計到咧就係佢嘅旋轉磁場嘅同步轉速。旋轉磁場嘅同步轉速咧，可以用呢條方程式 ，NS 就代表同步轉速，等於60F 除以 P。喺入邊咧 ，F 咧係代表電源頻率。P 咧係磁極對嘅數目，代入題目俾我哋嘅資料啦，頻率係50周，磁極對係2，因為咧係4極，咁計到出嚟咧，同步轉速咧係每分鐘1500轉。根據呢一個數字咧，我哋就可以代入另一條公式計轉子嘅轉速。咁轉子嘅轉速咧嘅計算方法就係括弧1減 S 乘以 NS。NS 係剛才咧我哋計到出嚟嘅同步轉速嘅數值啦，1500轉。而嗰個轉差率咧 S 就係轉差率，題目俾我哋係0.03。代晒啲數字入去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計到轉子嘅轉速咧就係1455轉每分鐘。有咗個答案就喺題目裏邊揀翻個答案啦。咁個答案咧就係 A 1455轉。範例3。題目俾出一個角形連接嘅電阻電路，就需要咧我哋將佢咧轉成星形，而揾出咧相對應嘅電阻值。要做呢條題目咧，我哋就需要做一個角星轉換。咁現在咧見到咧就係我哋將題目俾我哋嘅角形連接嘅電路圖咧畫咗出嚟。喺圖裏邊咧，我哋見到咧三支電阻，我哋先俾個名佢啦。喺 A、B 點之間咧嗰支電阻咧，我哋叫做 RAB。B、C 點之間嘅電阻咧，叫佢做 RBC。C、A 點嘅電阻咧，我哋叫做 RCA。好啦，我哋而家咧要將佢轉成一個星形連接。虛線咧就係代表一個星形連接嘅等效電路圖啦。咁而接駁喺 A 點上邊嘅電阻咧，我哋叫佢做 RA 啦；接駁喺 B 點嘅電阻咧叫 RB 啦；C 點嘅電阻咧叫 RC。好啦，我哋有晒呢啲電阻啦，咁即係話咧，而家題目俾我哋咧 RAB、RBC 同埋 RCA 咧都係已經咧提供咗嘅，咁就需要咧我哋揾 RA、RB 同 RC 有公式嘅，咁呢條咧就係公式啦。我哋見到 RA 咧。我哋係咁樣計嘅，咁呢條公式咧其實唔難記，我哋可以咁樣計法。RA 要計呢支啦，係一條分數，分子咧就係 RA 兩側嘅兩支電阻，我哋擠做分子。咁而分母咧，全部咧就係將角形裏邊嘅3支電阻咧加埋晒佢。你會留意到咧，每一支電阻都係用類似嘅計法噶啦。如果計 RB 咧，即係計呢支啦，我哋就將 RAB 同埋 RBC 做分子 ，RAB、RBC、RCA 做分母。RC 咧，亦都係用同一樣嘅方法咧去計算。要記咧，可以咁樣記法。我哋將角形電阻轉成 Y 形電阻咧，就係一條分數。咁呢條分數裏邊咧，分子就係兩個相鄰角形電阻嘅乘積，即係乘埋一齊啦。咁而下邊咧
就係3個角形電阻嘅和，即係將呢3啲電阻咧加埋晒佢啦。好啦，有咗公式，咁我哋就代入數字，咁我哋要計呢支星形接駁嘅電阻啦 ，R Y， 咁就將 R 除以咧 R 加 R 加 R 咁樣。好啦，代出嚟之後咧，我哋計到咧就係 0.67 歐。咁亦都因為咧呢個電路裏邊咧每一支電阻嘅數值都一樣啊。咁所以咧，我哋計到一支 RY 咧，即係計晒3支 RY， 亦都可以俾一個提示大家或者 tips 大家，就係如果喺個角形連接嘅電路裏邊咧，3支電阻都一樣嘅咧，我哋轉出嚟嘅星形電路咧，每一支電阻咧都只係得翻原本嘅1/3嘅啫。咁如果記到呢個咁嘅口訣咧，下次呢條數咧就可以好快脆我哋計到個答案啦。好，最後尾計完啦，咁我哋選擇 A 係我哋嘅答案。範例4，題目就俾出一個電流互感器，上面標籤咧就標有 5P20， 問數字20係乜嘢意思？呢條題目咧就係想考下我哋咧對電流互感器即係 CT 啦，佢上面嘅標籤咧嘅認識。好啦，咁我哋或者又睇睇啦。呢個 CT 上邊咧就標有 5P20， 咁 5P20咧其實係由3部分咧所組成嘅。第一部分咧個5字係代表一個精確度或者準確度，咁即係咧呢個 CT 喺佢極限電流之下咧，佢嘅總誤差值咧係少過或者等於5%。中間個 P 字咧就代表 protection， 意思咧呢隻係一隻保護功能嘅電流互感器。咁到最後啦，就題目要問嘅嘢，呢個20係咩咧？咁20咧就係代表佢嘅額定精確度嘅限值因素。咁英文咧我哋叫做 accuracy limit factor， 簡稱就 ALF 20。咁呢個20咧係代表呢個電流互感器咧能夠容許喺額定電流20倍之內咧運作嘅情況底下咧，仍然咧保持個誤差值咧係喺5%範圍以內。好啦，咁你明白咗呢個意思咧，就喺提供嘅答案裏邊咧揾下邊一個合適嘅答案。好啦，咁大家逐個去睇啦。咁就 C 咧就會係呢條題目嘅答案。今日嘅解題去到呢度。如果大家想觀看更多 B 牌應試技巧，歡迎重溫師傅仔嘅 B 牌考試解題技巧突擊訓練系列。祝大家 B 牌考試順利。B 牌考試注意事項： 1. 考生必須喺考試開考前最少15分鐘到達試場，如遲到超過25分鐘，將不會獲准進入試場應考。 2. 試題分甲乙兩部分，共100題，所有試題均須作答。考試時間為2小時，甲部佔28題，合格分數為75%；乙部佔72題，合格分數為50%。考生必須喺同一次考試中，喺甲乙兩部分均取得合格分數，才能喺整項考試中取得合格。 3. 作答時，只需喺答題紙嘅適當方格內填畫一條粗線，唔好喺一題內填畫多過一個答案，否則該題答案將作廢。 4. 記得帶齊准考證、身份證、鉛筆、擦膠同埋計數機一齊入場啦。